那我嘅聖經在傳道書3條1節樣講到，出天下呢啲隆重日節，要叫嘅時間，要叫嘅時節。那傳道書3條2節，有樣講到，要出社，要盡社，要種，要摘，是個種嘅。那第4節有樣講到，要時節即個為叫，要時節即個為笑。有時節即個為慚愧，也有時節即個歡喜的跳舞。那隆重日節要叫個時間天下裏啲，那個傳道書12條13節咁樣交代切間，最少每實每啊，切間就係遵從上帝閘門嘅嘅命令，因為呢都係每一人嘅負責任，日後上帝要嘅嘅立堂，對要每一人要得到嘅嘅恩典，那所以呢，即間要寫經呢喺度呢，即間就係閘門上帝嘅命令，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就嘅命令呢啲行，即間就有得到永遠嘅恩典，永遠嘅得救，阿門。